如果你继续染发，10年后头皮会变成什么样子？你看，这是一瓶市售染发剂，包装上密密麻麻写着副作用，可能致癌、皮肤炎、掉发，但每2到3周，台湾街头的沙龙店里还是挤满了人，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，遮白发。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一位中年妇女坐在镜子前，看着发际线又冒出白发，她叹口气，预约下周再染一次，头皮有点红，有点痒，但她告诉自己没关系，忍一忍就过了。再看看这张照片，头皮发红发炎，毛孔粗大，梳子上掉满了头发，这不是特例，这是很多台湾人10年后的真实写照。我要问你一个震撼的问题，如果你在10年内要染发150次，你的头皮承受得住吗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家厨房里就有一样东西，能让70岁的人头发依然乌黑，你想不想试试看？别急着走开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最实用的健康资讯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看这支影片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现在让我们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，很多台湾人照镜子时，最害怕的不是皱纹，而是那一根根冒出来的白发。根据调查，台湾有80%的人认为外表很重要，而白发就是显老的第1号敌人。你不孤单，从台北到高雄，从年轻上班族到退休阿姨，大家都在对抗同一个敌人——白发。我是林正豪医师，专攻皮肤科25年，我看过超过3万名病患，听过无数个关于掉发、白发的故事。今天我要用科学和经验告诉你真相，不是推销，不是夸大，而是你真正需要知道的事实。这不会是一个快速的答案，但会是一个完整的答案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让我先说一个场景，你一定很熟悉。早上7点半，台北捷运站，一位40多岁的女性上班族戴着帽子匆匆走进车厢，不是因为天气，而是因为发根的白发又长出来了。她原本昨天要去染发，但加班到太晚，只好拖到周末。帽子成了她的遮羞布。或者这个场景，永和市场里，一位60多岁的阿姨跟摊贩老板娘抱怨，染不完，遮不完，头发越拔越多了。她的语气里有无奈，也有恐惧，因为白发在台湾社会里，不只是老化的象徵，更是不注重形象的标签。但你知道吗？头发本来就是白色的。对，你没听错，每一根从毛囊长出来的头发，原本都是透明的，接近白色，是毛囊里的黑色素细胞。像一群辛勤的染发师，把头发染成黑色、褐色或其他颜色。那为什么会变白？答案很简单，也很残酷。这些天然染发师累了、病了，甚至死了。原因是什么？微循环衰退，头皮的血液循环变差，氧气和养分送不进去。黑色素细胞就像缺水的花朵，慢慢枯萎。它们不是一夕之间消失，而是逐渐进入冬眠状态，没有养分，它们就
无法制造黑色素，于是头发就变白了。这不是因为你老得快，而是因为你的头发缺乏营养太久了。很多人以为白发是基因决定的，没办法改变，但其实科学研究告诉我们，微循环可以改善，黑色素细胞可以被唤醒，关键是你要用对方法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家的水管堵住了，水流不进来，花园里的植物会枯萎。但如果你把水管疏通，水重新流进来，植物还是有机会复活。头皮也是一样的道理。问题是，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怎么疏通这条水管，他们以为染发就能解决问题，但其实只是掩盖问题。染发剂里的化学物质反而会加重头皮的负担，让微循环更差，形成恶性循环。那该怎么办？答案就在你家厨房里，而且这个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。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一个被99%的人忽略的厨房宝藏生姜。你可能会想，姜那不是做菜用的吗？没错，大部分的人都把姜当作调味料，用来去腥提味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姜其实是一种强大的药材。让我给你看科学证据，姜里面含有一种成分，叫做姜辣素 ginger。这种成分有非常强的血管扩张作用，能促进血液循环。但重点来了，如果你只是把姜切片加进汤里，或者泡姜茶喝，你只能得到一小部分的效果。为什么？因为姜辣素在常温下的活性有限，但当你把姜加热，尤其是煮沸或蒸煮，姜辣素会转化成一种更强效的成分，叫做姜烯酚 Shugel。研究显示，姜烯酚的抗炎和促进循环的效果是姜辣素的3到7倍。这就是为什么99%的人用姜都用错了，他们把姜当作调味料，而不是药材。他们不知道姜要加热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头皮就像一片乾涸的土地，血管就像乾枯的水渠，姜就像一场及时雨，能让水渠重新流动，让土地恢复生机。而姜烯酚就是这场雨的催化剂。我做过一个实验，用热敷头皮的方式，配合姜的萃取物，观察头皮的血液循环变化，结果非常惊人。在30分钟内，头皮的温度上升了5度，血流速度增加了4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原本处于冬眠状态的黑色素细胞有机会重新被唤醒，就像一条老旧的水管被疏通，水重新流进来，花园里的植物又活过来了。头皮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但这还不够，姜只是第一步，只能促进血液循环。如果你想要头发真正变黑、变浓密，你还需要其他的黄金伙伴。这些伙伴能补充营养、抗发炎、强化毛囊，而且这些东西全部都在你家厨房里。你可能会怀疑，这么简单的东西真的有效吗？我的回答是，科学不会骗人，但前提是你要用对方法。接下来我会告诉你更深层的原因，为什么年纪越大头发掉得越多。这跟白发有什么关系？掉发跟白发一样，都是台湾人的痛，而且很多时候
这两个问题会一起出现。让我先解释一下头发的生长周期。每根头发都会经历3个阶段：生长期 （anagen）、退化期 （catagen）、休止期 （telogen）。正常情况下，大部分的头发，大约85%都处于生长期，只有少部分进入休止期，然后自然脱落。但随着年纪增长，这个平衡被打破了，越来越多的头发提早进入休止期，生长期越来越短，结果就是头发掉得多，长得少，而且长出来的头发越来越细，越来越脆弱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有2个主要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粒线体衰退。粒线体是细胞的发电厂，负责产生能量。毛囊细胞需要大量的能量，才能不断分裂、生长、制造头发。但随着年纪增长，粒线体的功能越来越差，就像一台老旧的发电机，发不出足够的电，毛囊细胞没有能量，就无法正常工作，头发自然长不好。更糟的是，毛囊细胞会提早进入冬眠状态，甚至死亡。这就是为什么掉发会越来越严重。第2个原因是慢性发炎。很多人的头皮长期处于发炎状态，头皮发红、出油过多、长头皮屑，甚至长痘痘，这些都是发炎的信号。发炎会破坏毛囊的微环境，就像土壤被污染了。再好的种子也长不出健康的植物，而且发炎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，进一步损害粒线体和黑色素细胞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，发炎导致掉发，掉发的地方更容易发炎。在台湾，很多中年人都有掉发的困扰，尤其是额头的发际线后退，头顶的分线越来越宽，甚至出现明显的秃头区域。这种情况在医学上叫做雄性秃，但其实背后的机制跟粒线体衰退、慢性发炎都有关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患，他们照镜子时看到头顶那一片越来越大的空白，心里非常焦虑。有些人尝试过生发水、吃药，甚至植发，但效果都不理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只是治标不治本。如果不解决粒线体衰退和慢性发炎的问题，再多的外用药物也只是暂时缓解。那该怎么办？答案还是回到最根本的地方，改善微循环、抗发炎、补充能量。而姜就是这3个功能的天然来源。姜能促进血液循环，这是我们前面说的。但姜还有另一个强大的功能，抗发炎。姜烯酚能抑制发炎因子的产生，减少头皮的发炎反应。同时，姜能提升细胞的代谢能力，就像给粒线体充电一样。但光靠姜还不够，你需要其他的营养素来配合，才能真正解决掉发和白发的问题。接下来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让我跟你说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张美华，今年68岁，住在台中。3年前，张美华开始出现严重的掉发问题，每次梳头，梳子上都是一大把头发，洗头时排水孔总是被头发塞住，她的头顶分线越来越宽，额头的发际线也明显后退。更糟的是，她的头发有超过60%都变白了。张美华很注重外表，她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太老，所以她每2个礼拜就去染一次头发。但染发不仅花钱，更让她的头皮越来越糟。染完头发后，
头皮会发红发痒，甚至长出小疹子。他知道这样不好，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有一天，他的女儿在网络上看到我的文章，决定带妈妈来我的诊所。我仔细检查了张美华的头皮，发现她的头皮处于慢性发炎状态，毛囊明显萎缩，血液循环非常差。我告诉她，你的头发不是老化的问题，而是营养和循环的问题。我给她开了一个简单的处方，每天早上喝一杯姜配合特定食材的热饮，晚上用温毛巾热敷头皮，10分钟没有药物，没有昂贵的疗程，就只是这么简单的方法。张美华很怀疑，但她愿意试试看。她说，反正已经这样了，试试也不会更糟。3个月后，她回来复诊，我一看，惊喜地发现她的头顶分线处长出了很多细小的细发，颜色是灰黑色的，不是纯白，她的发际线也变得浓密一些。最明显的是，她的头皮不再发红，也不再出线头皮屑。张美华自己也很惊讶，她说，医师，我真的没想到会有效，我现在连染发的次数都减少了，从2周1次变成1个半月1次。这不是奇迹，这只是用对了方法，加上持之以恒的执行。张美华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年纪大不代表没救，只要愿意改变，身体会给你回应。现在我要告诉你张美华用的具体方法，这些方法你在家里就能做到。第一个配方是针对头皮发痒、头皮屑多，甚至长头皮痘痘的人。如果你的头皮经常觉得不舒服，有油腻感，或者有头皮屑，这个配方会非常适合你。材料很简单，新鲜生姜30公克，纯天然蜂蜜1大匙，温开水300毫升。做法：把姜洗干净，切成薄片，不用去皮，因为皮里也有营养。把姜片放进锅子里，加入300毫升的水，用中火煮滚后转小火，煮15分钟。煮好后，等温度降到大约摄氏60度以下，再加入蜂蜜搅拌均匀。为什么要等到60度以下？因为蜂蜜在高温下会失去活性成分，尤其是酵素和抗菌物质，温度太高，蜂蜜就只剩下糖分，失去了抗发炎的效果。这个配方要在早上空腹喝，1天1次。喝完后，你会觉得身体暖暖的，头皮的循环也会改善。蜂蜜的作用是什么？蜂蜜有天然的抗菌和抗发炎成分，能抑制头皮上的细菌和真菌，减少头皮屑的产生。同时，蜂蜜能滋润头皮，改善前燥和瘙痒的问题。坚持喝1个月，你会发现头皮屑明显减少，头皮不再那么油腻，瘙痒感也改善了。这是长出健康头发的第一步，先打好地基，让头皮恢复健康。记住，突然好了，植物才能长得好，头皮健康了，头发才能强韧。第二个配方是针对40到60岁的女性，尤其是手脚容易冰冷、气血不足的人。在中医理论里有一句话，发为血之余，意思是头发的健康取决于血液的充足。如果气血不足，头发就会
枯、黄、变、白、脱、落。材料新鲜生姜20公克，台湾北部产的红枣8颗，黑糖1小块，约10公克，水500毫升。做法：红枣洗净，用刀子划开几刀，让里面的营养更容易释放出来。姜切片，连皮一起用。把红枣和姜片放进锅里，加入500毫升的水。大火煮滚后转小火，煮20分钟，最后加入黑糖，搅拌到融化为止。这个配方要在下午或晚上喝，因为红枣和黑糖有温补的效果。晚上喝能帮助身体放松，改善睡眠。红枣在台湾非常普遍，尤其是台北出产的红枣品质很好。甜度高，营养丰富。红枣含有铁质、维生素 C 和多种矿物质，能补血、养血，改善气血不足的问题。姜的作用是促进红枣的吸收，同时温暖身体，改善手脚冰冷的状况。黑糖则是提供能量，帮助身体恢复活力。如果你经常觉得疲倦、脸色苍白、头发无力，这个配方会非常适合你。连续喝1个月，你会发现气色变好，头发也变得有光泽，气血足了，头发自然就黑了。第3个配方是针对额头高、发际线后退、头皮松弛的人。很多人以为发际线后退只是掉发的问题，其实不止如此。头皮松弛会让脸部看起来下垂，整个人显得更老。为什么头皮会松弛？因为头皮里的胶原蛋白流失了。胶原蛋白是皮肤的蛋黄，让皮肤紧致有弹性。但随着年纪增长，胶原蛋白的合成速度变慢，分解速度变快，结果就是头皮松弛、毛囊无力，头发容易脱落。材料：新鲜生姜15公克，新鲜柠檬半颗，蜂蜜1小时，温开水250毫升。做法：姜切片，加入250毫升的水，煮沸后转小火煮10分钟，熄火后挤入半颗柠檬的汁，等温度降到60度以下，再加入蜂蜜。这个配方要在早上空腹喝，效果最好。柠檬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必要原料。同时，维生素 C 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营养输送到头皮。姜的作用是加强循环，让维生素 C 更有效地到达头皮细胞。蜂蜜则是提供抗氧化物质，保护胶原蛋白不被自由基破坏。如果你的发际线明显后退，或者觉得头皮松垮垮的，这个配方会有很大的帮助。连续喝2个月，你会发现头皮变得紧致，发际线处长出了细小的新发，胶原蛋白回来了，头皮就年轻了。第4个配方是针对长期掉发、头皮前燥或油脂分泌不稳定的人。这类人通常缺乏 Omega-3 脂肪酸，这是一种对毛囊健康非常重要的营养素。Omega-3 能抗发炎、调节油脂分泌，强化毛囊细胞的细胞膜。缺乏 Omega-3 的人，头皮容易出现极端状况，要不就是非常欠燥，头皮紧绷发痒，要不就是非常油腻，一天不洗头就油得发亮。材料：新鲜蒸鱼1条，约200公克，姜片5片，葱段适量，米酒1大匙，
盐少许，做法蒸鱼洗净，切成块状，在锅里放入少许油，把姜片煎香，再放入蒸鱼块，煎到两面金黄，加入适量的水，腌过鱼块，放入葱段和米酒，大火煮滚后转小火，煮15分钟，最后加盐调味即可。这道料理建议1周吃2次，中午或晚上吃都可以。蒸鱼是台湾常见的鱼类，价格不贵，但营养价值非常高，含有丰富的 Omega-3 脂肪酸。姜的作用是去除于腥味，同时帮助 Omega-3 的吸收，米酒能提升香气，也有温补的效果。如果你的头发长期掉落，或者头皮状况不稳定，这个配方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吃1个月后，你会发现掉发明显减少，头皮的油脂分泌变得平衡，头发也变得更强韧。Omega-3 补足了，毛囊就稳定了。总结，这4个配方针对不同的体质和需求，如果你不知道选哪一个，建议先从配方1开始，先改善头皮的发炎状况，再根据自己的情况加入其他配方。记住，选错配方，效果会打折扣，但只要选对了，持之以恒，头发一定会回应你。现在，让我们做一个美好的想象：90天后，你站在镜子前，仔细看着自己的头发，你发现原本稀疏的地方长出了一些灰黑色的细小新发，头顶的分线不再那么明显，发际线也变得浓密一些。你不需要每2周就去染一次头发，因为白发长得慢了，黑发多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你看起来年轻了5到10岁，不是因为化妆，不是因为整形，而是因为头发恢复了健康。这不是梦想，这是可以实现的，但前提是你要按照正确的方法，持之以恒地执行。让我给你一个清楚的90天路线图。第1到30天，你会感觉身体变暖和了，手脚不再那么冰冷，掉发的数量会逐渐减少，从1天掉100根，减少到50根左右，头皮的瘙痒和头皮屑会改善。第31到60天，头皮会开始感觉微微温热，有时候会有轻微的痒感，不用担心，这是毛囊重新活化的信号。你会发现头发变得比较有光泽，不再那么前枯。第61到90天，这是最关键的阶段，你会看到细小的黑发从发际线、头顶分线处长出来。这些新发一开始是灰黑色，慢慢会变得更黑，你的头发整体会变得更浓密。但我要提醒你，姜虽然有效，但也要注意剂量，每天使用的新鲜生姜不要超过30公克。如果你有胃溃疡或胃食道逆流的问题，建议先咨询医师。还有，这不是快速的解决方案，你需要耐心，需要坚持，至少要执行90天，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。现在，我要给你一个行动，呼吁明天早上就从其中一个配方开始，不要等到下周，不要等到下个月，就从明天开始，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父母、你的长辈，那些正在为白发、掉发烦恼的人，让他们知道有一个简单、天然、有效的方法，就在厨房里，
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你住在哪里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留言提问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最新的健康资讯。90天后，我在留言区等你的好消息，加油！